係咪睇佢嘅身份證就得㗎啦？未必㗎。如果求職者冇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，根據法例，僱主就要查閱佢嘅旅行證件，睇下佢係咪可以喺香港工作。僱主冇咁做就請佢係犯法嘅，最高可罰15萬元及監禁1年。如果要查詢，可以打入境處熱線28241551。雷霆881，一馬當先。沙田馬場賽馬實況報導。過關飛啟事係由馬百良強生海狗丸聯合贊助播出。第8場過關飛攞嚟之後，頭獎有450萬，上1030萬啊！馬超過580萬過關飛，睇下各隻馬第賠率。1號左右逢完11倍，2號嘅霸氣呢就係4.1倍嘅，3號寶城福星6.3倍，4號嘅勁優秀係10倍，5號嘅大將風雲52倍啊，6號嘅花園流星8.3倍，7號嘅藍天飛馬26倍，8號嘅大勝利15倍，9號嘅勁開心14倍，10號嘅威震天99倍，11號美麗之友47倍，12號嘅轉色傳奇3.5倍啊！過關飛攞嚟之後對熱門落飛啊！阿妹嘅大本轉色傳奇啱咧就幫師傅啊，馬呂健威贏咗呢個萬馬奔騰之後啦，轉色傳奇啊都有4倍6 3.5倍啊，都幾勁啊！另外要嘅霸氣啦，我哋咧都有買贏嘅，容天鵬都有啊，咁所以咧4.4倍落嚟4.1倍啦，都非常之合理。除呢度之外啦，都會黃浩南啦，咁就係8號嘅大勝利啦，16倍落15倍啦，呢3隻馬就落飛嘅。其他馬方面啦，要嘅呢1號嘅左右逢源啦，4號嘅勁優秀，7號藍天飛馬，呢3隻馬。你拍。好，咁嘅時候先嚟睇下第6口孖寶啊，同埋今日第2口孖天派彩啦。第6口孖寶正獎第6場跑第1名8號馬執子之手，搭到第7場跑第1名4號馬萬馬奔騰，派570蚊。第6口孖寶正獎8號過4號派570蚊嘅。安樂獎第6場跑第1名8號馬執子之手，搭到第7場跑第1名1號馬快無極咧，派30蚊啊。第6口孖寶安樂獎8號過1號派30蚊。唔使咁勞氣啊，老友。頭關第6場啦，要智叻紅少機緣再現。我度排咗好耐㗎啦。第7場1號快無極4號萬馬奔騰。啊！你慢慢等，有啊呢架車走㗎啦，上多5分鐘啦。嗱，你嗰個企咗喺度，嗱上緊車啊，睇下啦。派67000。咁你拍，你係咪要拍？主第8場。唔係你係咪要拍先？嗱，我俾你拍，我俾你拍。你拍，冇問題。你嚟啊！81蚊上咗92蚊就褪飛㗎，而家第3熱 Q 嚟嘅啫。因為3搭12落飛都幾多㗎，寶城福星搭轉色傳奇啦，95蚊落佢70蚊，成為而家嘅次熱 Q 啦，落飛幅度大過25%㗎。另外9搭12勁開心搭轉色傳奇咧，20倍落嚟14倍啊，落飛幅度仲大，去到30%添啦。所以其他嗰啲熱 Q 咧都係褪多㗎啦，好似2搭9啦，霸氣搭勁開心就18倍褪得上24倍，另外2搭4巴氣搭勁優秀咧23倍褪上26倍嘅。熱 Q 就落飛褪飛嘅都有，都唔算太大指向性，各半到啦。咁但係落飛幅度大嘅咧，12拖39兩份啊，轉色傳奇搭寶城福星同埋勁開心兩份嘅。咁其中9搭12啦，勁開心搭轉色傳奇咧，20倍落14倍，落飛幅度30%咧就落飛幅度最大佢。今日睇睇常射馬報啦，蝕得最多5號大將風雲蝕30%， 11號美麗之友蝕25%， 7號藍色飛馬蝕15%，同埋12號轉色傳奇蝕5%嘅。5、7、11、12呢4隻馬喺常射馬報咧就係蝕得比較多啲。以上係今場過關飛啟先。我係秦沛，長期精神緊張、運動少、生活壓力大，會令到抵抗力下降。就容易老友，事嘅。唔係冇嘢冇你拍，我唔會攞翻你架車嘅，扶正安神。唔係，你係差人係差人。我唔會。老友你咁樣，你咁樣，話俾你聽，嗱你咁樣就唔啱啊！因為我要問清楚，你俾個 number 我啊！究竟呢度係咪？唔係你可以拍，你冇問題。我唔拍啦，我而家唔拍啦。你拍啦，冇問題。我唔係想搞事，即係話俾你聽，大家唔喐咧，唔係第二個説路嚟，大家冇着數。咁你係咪意思我拍？嗱，你拍嗰個，我拍呢個，就係咁簡單嘅啫。我費事大家停喺度。費事同你嘈有乜所謂啫？我咪等耐啲咯。得咁晚黑賽大開盤晏晝成績麻麻地嘅啫。雷霆搏擊啦，見到浩然嚟咗莫雷咧做膽，我驚唔驚啊？莫雷咧今日爭啲波。依家要爭騎師王，梗係唔驚啦嚇！呢個馬而且配佢跑咧，亦都幾好㗎。暫時配佢咁多次啦，即係一齊合作過3次，3次都入3甲嘅。其實呢場馬咧，我自己賽前咧就2同3，大家差唔多嘅啫。拜同埋寶城福星，因為上次2匹馬都對壘過，咁啊結果咧寶城福星就跑得好啲嗰匹啦。
啦，霸氣跑第3嘅。咁就咁睇表面嘅賽績咧，霸氣好似下風啲，但係睇真啲嗰場嘅進程咧，因為我霸氣喺前面都放得幾快嘅，咁但係當時係鄭雨田跑啦，咁當然唔係話鄭雨田騎一定騎得差過莫雷拉嘅，大家合拍度咧始終都係莫雷拉夾啲嘅馬咧比較可信啲，同埋佢喺前面走啦，咁結果翻到嚟佢個第3咧，雖然就輸俾人有福同埋寶城福星，但係都仲保住個第3，咁即係話其實依家就算呢隻霸氣咧孭重磅都拉3班咧，只要佢唔係太甩漏嘅話咧，頭3名應該就保到嘅。咁但係今日啊呢組咧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咧，因為呢組咧如果睇真啲，有同上一次比較咧，應該少咗啲快馬添嘅，甚至係雖然佢係排喺個9檔度，但係內側1至8檔咧能夠喺前面走嘅馬真係唔算話好多嘅啫。如果真係用佢嘅速度壓到埋欄嘅話咧，呢啲馬咧佢始終有啲班底喺度咧，贏唔到啦，過得佢嘅馬應該係1隻半隻嘅啫。所以咧結果諗下都係揾咗佢做膽啦。咁寶城福星我會拖翻，因為寶城福星咧上一場都係嘅，佢其實縮過第2咧，佢都有啲冇彩，因為起步慢咗咧，大過運途程一來檔咧，佢用咗力要攝上嚟咧，回氣機會